揸住架豐田塔高馬，星期日可以體驗越野之旅嘅震撼。不過星期日亦都可以盡情享受家庭樂。豐田為你嘅探險之旅提供動力，快啲嚟你嘅本地豐田代理商啦！唔可以同世京來往，因為我中意吹世京。衰仔，做咩啊？點解走啊？我同伊燦有一個約定，為咗公平，我哋兩個講好咗唔見你。到幾時啊？喺校慶之前。幾時解除隔離啊？校慶完咗之後。走啦，我放生你啦！大件事，有不祥嘅預感。閃亮的西瓜，星期六晚上9:50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閃亮的西瓜係由美源染髮劑 One Push 贊助播出。哇！嚟到桂林咧，多人啊，心情開朗好多，真係有啲意猶未盡啊！咁不如我哋向桂林嘅西北或者南部探索更加多嘅景點啦！哇！呢度就係你哋所講咁吸引嘅龍脊梯田啊！我哋身處嘅地方就係西街著名、規模宏大嘅龍脊梯田，跟住落嚟為你介紹就係呢個雅江烤雞。去嗰個香港玩轉桂林懶人包，星期二晚上6:45及10:20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